主要互伊起来，伊若有罪，要赦免伊。恁着三甲认罪，三体祈祷，通得着医好。义人的祈祷，伊的气力是大有功效的。但是我时常听人讲，这祈祷这个代志，听这无事讲，遐无事讲，咱要怎样来看咱病痛得着上帝医好的代志？毋是什么人讲，乃是上帝会怎样来讲？我有当时招一寡会友基督徒去探访的时，有一寡人伫探访的中间，就甲这个患者、这病人讲：你一定要有信心呐！你若有信心，上帝会当医治你。煞尾这病人死去啊！伊就甲其他人讲，伊就是无信心啊，所以伊才会死去。这对这家属来讲是第二摆的伤害啊！若是对这无信主的人听到这款的话，心内底更加是艰苦。这耶稣答应我相信吗？上帝是大权的上帝嘛？有一摆我去探访一个小组的时阵，听到一个见证，有一个阿嬷伊去参加一个医治的布道会，伫聚会中间得到医治。哇！伊敢有真有信心呢？毋是呢，伊哪有什么信心？伊只是真单纯讲，主耶稣啊，我这肝吼，肝的所在有这瘤啊，无你请你帮助者，或者医生透过医生的手开刀，互我得到医治。但是有人招伊去布道会中间啊，伫现在伫布道会中间就得到医治，完全的医治。去病检查了后，伊的肝那个瘤完全无去。医生讲，你转去观察就好。这个也无，伊敢有什么信心？无啊。但是伊有得到医治无？有啊。咱所读经文路加福音第7章的所在，这经文真有意思。讲到两个故事，头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罗马军官，伊罗卜伊要死啊，病到要死啊。但是呢，到伫这个所在时，听到讲主耶稣有医治的权柄，伊就托伊的这犹太人这长老讲，无你请耶稣来好啊。但是伊敢有请耶稣来？讲毋免啦，耶稣你毋免麻烦你吼，你命令这个人必定会得到什么医好啊？这罗马军官有信心无？有啊。圣经安怎写？耶稣听到这个话就真稀奇啊！讲这么大信心，伫以色列中间我毋捌拄过。我相信这罗马军官的信心，互伊的这罗卜得到医治。但是咱看第二段经文中间，路加福音11节开始，讲到另外一个故事，这有一个少年人死去啊。这个少年人伊老母是一个寡妇，大家真伤心伫哀哭的时，看到耶稣来。但是讲耶稣来嘛无效，咱想看觅，伫这中间什么人有信心？寡妇有信心无？敢有？无啊。边仔人有信心无？我家己伫心内底想，哪是讲这罗马军官伫这寡妇的边仔，一定要讲无要紧，耶稣进来啊！耶稣会当医治，你这囝一定袂死。可能这罗马军官有一款的信心啦，但是所有人拢无信心啊。有一个人倒伫遐，迄个死的人敢有信心？死人敢有信心？无啊，是倒伫遐。但是呢，这个人有得到医治无？有啊。圣经讲，这个人得到医治，伊就活起来。所以有当时我听人伫遐讲。医治的代志，上帝医治的代志，我毋是讲咱伫伊下顶头的医治的代志，是讲属灵顶头
也是讲咱的教会中间讲到这异地的代志，时常有听人伫讲，你要有信心，你无信心，你就无法度得到异地，这无一定嘞。有当咱得到异地，即上帝怜悯嘞。旧年的中间有一个牧师来到台湾开这异地布道会，我相信真正上帝透过伊的手，祈祷时有真侪人得到异地，但是嘛有真侪人无得到异地啊。伫2年前9月4号，我古早是伫客家宣告中会中间，我伫马街坪新店马街坪举办一个异地的布道会。伫布道会中间有一个人得到异地啊，因就来信耶稣，真感谢上帝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医治我一切病。我拄着古早伫个新宝教会服侍李牧师，我讲李牧师，伊讲哇，感谢上帝，我教会侪兄弟姊妹得到医治。伊讲伊目睭有这飞蚊症啊，伊嘛得到医治。我讲遮尔好，我嘛有呢，我无呢，我无得到医治呢。你讲我无信心吗？有当时咱咧讨论医治的代志时，咱看真正有人信心，伊得到医治；有人无，伊嘛得到医治。到底为什么你祈祷的时，上帝无直接医治你呢？头前原因，我会讲我会讲12项原因吼，讲到12点。头一个原因啊，是有罪的原因啊。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14节所在，讲遐有一个人已经病了18担，耶稣看伊倒伫迄个所在，这个代志，这经文咱做伙来看。约翰福音第5章，咱看第5节所在。伫遐有一个人破病38担，耶稣看见伊倒伫遐，知影伊的病已经真久啊，就甲伊讲：你要得着好嘛？咱线尾过来看14节所在。后来耶稣伫圣殿拄着伊，就甲伊讲：你已经好啊，唔通管犯罪，惊了拄着搁较惨。这表示伊的病是对倒位来的？毋是病毒的，伊是犯罪的问题啦。这个人为什么有这款的病？是因犯罪呢？至到有病痛38担久，所以耶稣伫圣殿的中间拄着伊讲：你毋通搁犯罪，你即马得到医好啊，你毋通搁犯罪啊！有侪基督徒请牧师请长老为因祈祷。我讲你若无认罪悔改，有当时祈祷嘛无效。你安怎拍拼祈祷，你的祈祷嘛无效，因为你无先认罪悔改。咱兄弟姊妹中间，可能咱有侪无共款的罪。你要是着，你想要得到上帝医治嘛？你是着上帝透动嘛？大心啊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。第2项原因啊。可能是你无赦免别人。马太福音第6章14节所在，咱做伙来看。马太福音第6章14节所在，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天父也要安尼赦免恁；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天父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。有当时。我有捌听过一个牧师甲我分享，是我一个好的朋友。伊讲伊去这马来西亚伫遐传福音伫遐报道的时，伊伫报道会中间，伊就邀请遐骨头有问题的人出来。伊讲带出来是有一半人得到医治，一半人无得到医治。伊就感觉真奇怪，伊就问这边无得到医治的人讲：拄啊，我邀请你为着赦免别人祈祷的事，你有安尼去做无？这边的人讲无啊，这边的人拢讲有啊。
真奇妙，敢是的，圣经话怎样在写？你若无写别别人的过失，上帝嘛无要写别你的过失。以前有一个会友甲我讲，牧师啊，我写别别人的罪事，写别别人过失是我的原则，对安尼开始无够正确。有一个人，你想要得到上帝意志吗？你要想得到上帝透动啊！有当时你无写别人的罪，为什么上帝要写别你？为什么上帝要医治你？第三项，可能是无斩断甲这假神的连结，也是讲根本无相信主耶稣。伫路加福音11章的所在，咱来看路加福音11章14节的所在。路加福音11章14节的所在。耶稣赶一个下教的鬼已经出，下教就讲话，众人真奇怪。你若是讲这个人为什么破病这么久，袂晓讲话，是什么原因啊？伊生命中间有一个下教的鬼啊！这个下教的鬼，主要说甲伊赶出去，连伊就会当讲话啊！表示这个人破病，毋是一般的破病，是安那属灵顶头的问题嘛？这下教的鬼赶出去了，伊就得到医好啊！咱来想看卖咧，毋知你过去有拜偶像无？我知影上帝教会信主的人愈来愈侪啊。你过去有拜这偶像无？有啊，你拜偶像了后有切断甲这假神的关系无？我古早在读偶像的时，有一个妇人人讲啊，去因兜读偶像，伊讲伊要信耶稣。煞尾时，伊伫头房祈祷的时，讲牧师啊，这鬼吼徛伫这个所在，我都出去，真艰苦伫遐。我为伊祈祷的时，就讲，哪安尼？真奇怪，这鬼我都出去呢。我心内底感觉真奇怪，哪有这款的代志？伊老母走伫我边仔，偷偷甲我讲，牧师歹势吼，顶摆读偶像的时吼，阮兜遐偶像吼较贵啦，我歹势摕出来啦。这是真正代志呢。等于认罪悔改，读偶像，伊的这邪神就出去啊。这是圣经内底写，实际上嘛发生伫我的无悔生命中间有拄过这款的代志。所以有当时有人的病痛，毋是讲伊真正有病毒伫个身体内面，是伊属灵顶头出一寡问题啊。我捌拄着一个少年人，伊来到教会讲，我甲教会团契关系无好啦，我安怎讲一大堆啦，讲暗时无好困啦，讲安尼哦。当我为伊祈祷的时，伫异象中间，我看真奇怪，伊的手的中间咧挂那个佛珠啦，我就感奇怪，你是个基督徒呢？你挂遐物件的？我讲你有去庙内底拜拜咧？伊讲有啦。所以咱兄弟姊妹啊，你古早有去算命过无？我看一个基督徒嘛去算命咧。算命一定有邪灵到你身体嘛？无一定。咱亲像你就网络啊，一定会中毒袂？无一定啊。但是我甲你讲，圣经提醒咱，遐物件袂当弄的，袂当去接触遐物件。但是咱真做一基督徒，你属灵生命中间有破口无？这邪神入去你内面，无怪这人会破病，无怪祈祷伊的身体。无法度得到医治头吧。咱来看圣经路加福音11章，咱拄仔读14节后面的所在。第24节开始讲，邪神已经离开人，经过无水的所在求安息，无得到就讲。我要倒转去所出来的厝。咱来看这经文写啥？这个人
邪神主耶稣甲伊赶出去了后，伊有相信主耶稣无？主耶稣有伫伊内面无？有无？有吗？伊内底拼甲真清气，但是你若无我靠耶稣，内底无保护啊。除了这邪神除去了后，这鬼带搁较济比进前搁较黑的鬼到伊性命中间。所以有当时咱这做无事，毋是无爱心的。你无信耶稣，你讲我内底有物件，你无爱信耶稣，我甲你赶出去，我走转来。讲早我咧无回时，我要拄过一个人讲，若无说我这内底有问题吼，3工无困。我话有你祈祷啊！这邪神出去了后，你无要信耶稣，以后搁较凄惨了。有当时我搁想讲，到底要祈祷，还是无爱祈祷较好？祈祷了后，邪神出去，带搁较侪鬼到伊的性命中间，搁较凄惨了。还讲你这无事祈祷无效咧，啊，这张到祈祷无效咧。佫有啥物原因呢？互咱的性命无得得到医好，咱的病痛无得得到医好。当然，这邪灵捆绑，这是其中一项啊。但是伫即摆世代，讲西方的教育、神学无相信这个代志，咱的台湾，我相信咱拢知影，迄庙为什么这么侪这收惊的啊？伊嘛伫赶鬼啦。这物件为什么伫民间信仰的中间有这么侪物件？但是因毋是相信真正上帝。咱教会内底，咱是相信真神上帝人，但是咱却对这个代志无真大了解。你讲无这个代志，但是咱看圣经安怎写，伫路加福音13章的所在，安息日中间，主耶稣在会堂内底教示人，有一个妇人人互鬼附身几啊当啊，18当呢，翘久无得入去啊，翘久啊，为什么伊翘久？鬼附身互伊无得，伊就头发。这妇人人逐礼拜到会堂聚会，守安息日，敢有得到头发？伊是敬拜上帝的人诶，这群人毋是普通的人诶，这群人是敬拜上帝的人。逐礼拜到伫会堂中间参加聚会，搁翘久搁行转去。逐礼拜来礼拜，翘久搁转去。这犹太人，这经学书都讲，最后说安息日，敢会当做这个代志。圣经安怎写？主要说安怎回答？这个人是阿伯亚安尼好的，互魔鬼撒旦捆绑18当呢。安息日敢袂当甲伊偷跑啊？我相信，咱真做一个主耶稣门徒，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来知影，这属灵代志爱对属灵来去解决。医学真发达真好。但是属灵的代志，毋是对医学中间比着帮助。第5项，可能是无斩断家族方面来的咒诅，还是讲家族顶头对这无好，以及你的生命中间，这咒诅这无好，对你家族来，毋是对你来。你讲我信耶稣啊，我哪有啥问题？我第3代、第4代、第5代基督徒，我也无拜这假神。但是这影响你性命无？你若无靠主耶稣的时间保护斩断这过去这对你祖先的问题，有当时地教你有看，你的家族内底拢有同款的这种的病，拢是你家族拢有这款的病。这有当时毋是顶头，毋是讲你的 DNA 的问题是，嘛是毋是讲遗害问题是你的属灵性命，恁家族有一个破口。出埃及记第20章第30到第60所在，讲除了我以外，毋通有安那拜神啊，毋通为着家己，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安那偶像啊。你做这个代志，你拜偶像，你过去你的祖先嘛做这个代志，
上帝会替你算数咧，会袂啊？对病甲囝，直到几代，3、4代，你有斩断甲这家神的关系，对当开始无？诗篇79篇第8节，咱做伙来看诗篇79篇第8节，640页。求你唔通会记阮所讲的罪，来对阮讨。愿你的慈悲紧紧临到阮，因阮落到卑微的地位。诗人伫遐讲，我做讲所犯的罪，上帝啊，你莫追求这个罪，我是你的百姓，你莫追求这个罪，但是你爱做一个祈祷啊。对咱开始，我甲我的家来侍奉上帝。过去这偶像崇拜，对咱开始离开我的家庭。有当时你安尼祈祷了后，颠倒，奇怪，你身体你就医好。第六项，可能是真正你无信心啊。马太福音第9章的所在，第27到29节的所在，有讲到这有2个这失明的，就是盲朋友啦。因咧军队主耶稣，因咧找主耶稣讲，大弟的囝孙啊，可怜你命远啊！伊是这个看袂到人想要得到主耶稣的医治啊。目睭虽然看袂到，但是心内底看到上帝的命甲听。主耶稣怎样在讲咧？主耶稣讲，主耶稣帮伊的目睭就讲，照恁的信，甲你成就吧，行吧，照恁的信哦。你相信你会得到医治吗？主耶稣望这望朋友的目睭，互伊得到医治啊。有当时咱这基督徒，包括无属长老嘛，无信心的，无小等礼拜刷是试看卖。来为会友祈祷啊，抹油祈祷啊，有啥物病痛来做伙祈祷啊。有当时真正有当时我嘛无信心的，为着这患者咧祈祷的时，主啊，安尼敢会活吗？为这祈祷吧。可能你无信心的时，无得治医好，有当时服侍人的信心，啊，甲互人服侍人的信心啊。服侍者嘛是一个问题啊。咱来看服侍者的问题，第7项原因啊，就是服侍者的问题啊。咱来看马太福音17章的所在。马太福音17章15、19、21节的所在。讲主啊，怜悯我的囝，伊的囝有啥物问题？啊，有啥物问题？癫痫这款的病真严重啊，真艰苦啊。主要说安那应讲，恁这毋是国别离的世代，我要忍受你偌尼久啊！这人无信啊，因去找主耶稣的学生，想要得到医治，结果敢有法度得到医治咧？我带到你的门徒的迄个所在，你的门徒袂当医治，是甚物原因咧？主耶稣甲因讲，这学生感觉真奇怪，这人的病为什么无法度得到医好？是甚物原因啊？19节所在，咱做伙来看。这门徒偷偷走去耶稣边仔问耶稣，为什么
我伫佛寺中间，我都将这鬼赶出去啊！主耶稣讲，恁无信心，你连个挂菜子的信心都无啊！无怪这人无得得到医治啊！我相信咱真爱有人祈祷。去病院内底为着别人祈祷的时，我毋知你心内底所想是啥物，所内底心内底想的是啥物？你是应付的祈祷吗？啊，主啊，求你医治伊啊！你心内底是讲这哪有可能？有人咱服侍者，人家做魔术、做长老、做组长的，拢同款。有当时咱无信心，连一挂菜子的信心都无时，你按去服侍别人，伊的病有可能就无得得到医好。咱来看另外一段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19章的所在。这《使徒行传》19章的所在。这讲到一个故事，伫这故事的中间讲到，上帝借着保罗手行了真侪神迹奇事，甚至伊所穿的物件放伫这病人的身体，这病就得到好，邪神嘛出去。但是呢，迄当时有这犹太人是讲哇，主耶稣的名真好用哦。就是讲，我嘛要来赶鬼，我嘛来为人祈祷。结果咱看13节的所在，伊就奉主耶稣的名，要将这邪神赶出去的时，这7个人要赶的时，这鬼回答伊讲：耶稣我明白，保罗我嘛知影，啊无你是甚人啊？有当时咱基督徒嘛是同款，主耶稣甲你有关系无？你平常是甲主耶稣有建立真好的关系吗？你真正熟悉主耶稣吗？你生命中间有主耶稣的同在吗？你若无时常甲主耶稣做伙，只是有需要时，将这主耶稣的名摕来用一下就好啊。我相信你的祈祷无功效，你的祈祷无效果啊，因为主耶稣连邪神拢知，保罗伊嘛知。但是伊毋知影你所认的耶稣，甲我的耶稣可能差真济啊。第8项，可能是伊伫继续来发生的，继续上帝伊伫毋是马上的呢。主耶稣是上好医生，敢毋是的？就说有人祈祷的时，遐病人就马上得到医好吗？逐摆拢是安尼吗？是毋是啊？是，毋是啦。马可福音第8章第12节所在，有人带一车面的是会看袂到这盲朋友来找耶稣啊，求耶稣来帮伊呢。耶稣换伊的手，用喙嘛喷伫伊目睭，喷伫手的换伫伊目睭的所在，这个人马上得到好吗？有无？咱来看圣经安怎写。伊讲啊，抬头看，我看见有人敢若树仔伫行路，这个视力可能0.1啊，0.1啊。主要说有人祈祷时，嘛无马上得到好啊。主要说第2摆祈祷时，这个人才完全恢复，看甲清清楚楚。所以有当时你替人祈祷的时，有当时病痛毋是马上得到医好呢，安尼会使袂？无要紧啦，主耶稣嘛是安尼呢。有一摆吼，我伫牧会中间有一个洗礼造就班有一个老兵啊，伊讲，伊个太太讲，牧师，伊一定爱叫你去上课，我讲好啦。我替伊上课中间讲，
牧师啊，替我祈祷，我目睭看袂清楚咧。我讲这些好啊，小等祈祷无较好吼，伊就袂来上课，无爱信耶稣啊。我真紧张咧，我讲耶稣啊，求你帮咱吧。我就花手伫伊目睭的所在，祈祷了，我嘛真紧张咧。主耶稣啊，帮啊！讲牧师有较好咧。第二遍过来上课，牧师先祈祷再讲讲。我讲好啊，先祈祷，伊就透过安尼来信耶稣，真做主耶稣的门徒。我毋知你生命中间有经历这物件无？毋是无可能，是咱毋知影，是上帝话呢。毋是某某神学家、某某解经的人所讲的，这是圣经所讲的话。第九项可能是无行动。你有相信吗？你有相信耶稣一定吗？伫使徒行传第3周的所在，伫3点祈祷的时间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伫遐祈祷，有人倒伫遐，其实这个人逐工倒伫迄个所在啊，逐工伫水的门口倒伫迄个所在，伫遐讨食，等人其他人救济。但是彼得、约翰到迄个所在时，目睭看因讲，这爱用唱的啦吼。金和银我都没用，只把我所有给你。我奉那圣人耶稣的名，叫你怎样？起来行走。小等下吼，等去楼骹，且足侪牧师吼长老，咱伫楼骹看有倒伫遐的人。为伊祈祷，安尼好无？石长老，安尼好无？彼得甲约翰，逐工经过，为什么迄个时间为伊祈祷啊？若无上帝启示，若无信心的提醒，伊毋敢。信心领导因的是提醒因讲，就是这个时阵。到伫迄个所在，为着遐人祈祷，为着这人祈祷。但是这两人有信心无？这使徒有信心无？真有信心呢。因来到迄个所在，用手去邀这个人讲：奉主耶稣名，我吩咐你起来。彼得、约翰伸手伸出去。有伊的手，正手的所在，叫伊起来。当时咱祈祷无行动嘛，无效，嘴伫遐念念，你真正有信心，爱有行动啊！信心若无行动是死的。那每一人咱有信心啊！我好想真正上帝启示你的事，你去看卖啊！上帝领教你时，你当试看卖。第三项，可能是因为无相信，无靠无。马太福音13章53节到58节中间，马太53节到58节中间。这是耶稣转去伊故乡的代志。耶稣转去伊故乡的时阵，这人敢有相信呢？伊讲：哎哟，耶稣是什么人啊？这敢毋是甲阮做伙大汉的啊？等于是圣殿伫咧会堂中间教示人的时，虽然真有智慧有权柄有气力，但是讲煞变想讲，这敢毋是？玛利亚的囝，这敢毋是雅各伊的兄弟，敢毋是雅各吗？西门吗？犹大吗？这甲我做伙大汉的，这是普通的人啊！这为什么我爱相信这个人呢？煞会上主要所伫遐，敢有啥物事啊？是技术来发生？因着亚瑟呢？结果咱来看。
58载所在，耶稣因为因无信呢，伫迄个所在袂当行关联。现代中译本翻做无信仰，因为无信呢，所以主耶稣嘛无法发挥这款信仰技术伫这个中间呢，因无信。我相信咱诚做基督徒，你想要得到主耶稣医治吗？你想要得到主耶稣透放？你若无相信，我相信主耶稣无一定爱医治你。过来，咱看马可福音第5章25节所在，讲有一个妇人患了血流的病12冬，这个妇人真刻薄主耶稣医治。伊走去主耶稣后边讲，想要摸主耶稣的衫，想要得到医治啊！伊开了真侪钱啊，无得到医治啊，是上去看医生，无得到帮助。伊知影主耶稣会当行这神业技术，会当帮助伊的性命，会当医治伊的病，伊就走去主耶稣后边，想要摸主耶稣的衫。但是你知影，这妇人人是血流妇人人，是无清气的。对犹太人来讲，伊是无清气的人诶。伊可能爱行大所在，讲哦，我是无清气的，我是无清气的，你袂当蒙我。但是呢，伊不管啦，伊只是走伫主耶稣的边啊，蒙主耶稣的衫。伊心内底，伊刻薄要得到主耶稣的医治，伊蒙伊的衫，伊血流。马上就得到医治啊！耶稣知影有气来对伊身躯出来。耶稣看这妇人人讲：你会安怎？查某囝，你的神安怎救你平平安安回去吧？你的灾病无啊？伊真刻薄，所以伊去帮助耶稣的衫。所以伊会当安尼对伊安尼得到医好。有一个基督徒讲基督的是讲有医治嘛好，无医治嘛好，拢会使啦，清清彩彩。有啥物主要说要医治你的？第十一项，可能是上帝时间还未到，上帝伊的目的甲时间。旧约中间有一个乃縵的将军的故事，大家拢真清楚。这列王记下卷第5章的所在，咱来看列王记下卷第5章的所在。讲到这乃縵将军啊，这乃縵将军的故事，大家拢真清楚了解。咱看在所在，乃縵将军真生气对无？为什么伊真生气啊？我对远远的所在来看这先知以利沙呢，伊无出来吼，无甲花手祈祷，叫我去倒位洗身躯啊？约旦河淡水就好啊，为什么去爱河？淡水河就好，为什么叫我去爱河洗身躯啊？讲我洗几遍？7遍呢？我咧实在在想啊，这乃縵将军真骄傲啊！若无7遍吼，伊袂改变啊。第1遍、第2遍、第3遍，真正咧，有当时无透过安尼，伊袂相信上帝。我有一摆为着一个少年人祈祷，迄人我伫高雄无会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伊老母甲我讲，我这个囝吼真惊疼，但是伊伫邮寄遮有一个结招吼，毋敢开刀啦，无事吼，你帮忙者为伊祈祷啦。我就招遮青少年大家做伙为伊祈祷，但是伊连人际关系真歹，无半个人要为伊祈祷。我好啦，我来为伊祈祷好啦，我就为伊祈祷，求主耶稣医治，真正医治好啊！你故意检查是这结招哪会无啊？
啊，伊老母真欢喜，啊，伊嘛真快乐。啊，到伫礼拜堂中间，我讲啊，你要信耶稣无？伊讲唔免啊，反正已经好啊。你知影？乃万将军若是洗一遍就好啊，就走转去啊。啊，这神猪普通普通，淡水河嘛是普通普通，爱河嘛是普通，约旦河哪有啥物好诶？你知影这个青年煞尾，伊啉醉火解，伊去杀人啊，关伫家内底时，伊老母打电话互我讲，牧师啊，伊当初因若有信耶稣就好啊。伊伫遐啉醉火解，伫家内底信耶稣啊。所以你知影，有当时上帝要甲你磨呢，伊是为着你的好啊。连美着你着医好的时，有当时你的性命袂改变啊。连美你着你有偷放的时，你袂相信上帝啊。主耶稣，咱的上帝有伊的时间，伊的目的。有当时你祈祷的时，你无得到医好，你毋通埋怨。上线尾第12项，就是上帝会当满意伫你无？会使袂？会使，这是你讲的，毋是牧师讲的。咱来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第9章。罗马书第9章的所在，15节的所在，咱看，因为伊甲摩西讲，我要怜悯我所要怜悯的，我要体贴我所要体贴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华语来讲，我要怎样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上帝要医治什么人，就医治什么人。上帝讲我不爱医治你，会使袂啊？会使。你愿意接受无？这个德国人，这施密特牧师啊，伊出事的时，你有看伊无骹无手啊？伊手只有一半尔诶，但是伊当拍倒球诶，我就嘛真爱拍倒球，我感觉伊真正比我较厉害咧。但是这个牧师有啥无共款所在？伊参加过世界这比赛，你啊残障奥运吼，得过真侪冠军吼。7遍这个世界杯内底，6面的金牌。在奥运的中间，有4面的金牌，3面的银牌。你看这种人，会当拍倒球诶。有人要试看啦，甲你骹锯掉，啊，叫你来拍球看觅。但是你也知影，伊出事的时，伊大汉的时，伊捌做一个祈祷，主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的手，互我的骹，拢会当生出来。上帝敢有听伊的祈祷？无啊。但是上帝透过伊的性命来传福音，上帝透过伊的见证来改变真侪人的性命。所以有当时上帝医治，可能甲你想象的医治无同款。我会记我去看周六的时，迄当阵我知影伊要过身离开这个世间的时，我心内底想要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医治伊，帮助伊，恢复伊。但是我知影上帝若要调伊去转去天顶的时，你袂当照你家意思，爱照上帝意思。有当时我看到这老人，有当时有人邀请牧师替伊祈祷时，伫我心内底咧想讲，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是啥？但是做牧师真艰苦呢。我可以当祈祷讲，上帝啊，愿你调伊转去你天国的所在，我毋敢。
但是我知影有当时上帝有伊意思啊，咱会当顺服吗？咱会当接受吗？我相信咱每一个人，拢来到上帝面前，降服伫上帝。毋是上帝无听咱，上帝的怜悯甲听，是咱所想象袂到。以赛亚书53章第50到第60节所在。以赛亚书第53章812节。第50所在，咱做伙来读。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逼迫，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人行家己的偏路。耶和华互众人的罪归伫伊的身上。我相信，咱主要说，咱的上帝是听咱的上帝，伊的逼迫，互咱得到医治。咱的罪恶，伊替咱担当。有当时你的病痛，毋是上帝无替你担当，伊伫你的生命中间陪伴你，甲你同在。所有的罪过，所有的病痛，拢归伫主耶稣的身上。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今日阮咧伫咧上帝怜悯阮的主，阮真正爱悔改认罪伫你面前。有当时，咱太过骄傲，无相信上帝话，只有相信家己的理性。有当时，阮想要得到医治，但是又是照家己意思。有当时，阮替人祈祷的时，是凊彩，完全无信心，求你赦免阮的罪。伫阮的中间有一个人，你的病痛是要得到医治，你要拍开你的心门，先对认罪悔改开始。你若无认你的罪，我相信，当你认罪悔改，上帝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伊要医治你，透帮你。伫咱中间，有当时，若上帝信心提起你，你要赦免别人。伫祈祷中间，即摆要祈祷的是，上帝提起你，有啥物人你无赦免伊？要来到主耶稣面前，赦免。完全的赦免，那咱就耶稣赦免咱的罪同款。跳回特别上帝啊，求你改变少年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有当时咱时常伫遐做礼拜，有当时伫遐自己敬拜上帝，阮只是头脑相信，但是咱的理性相信，但是无信心来相信上帝你的话语，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会当医治阮，会当透帮阮，会当互阮得到自由，会当互阮得到平安，会当互阮得到欢喜。主啊，求你赦免，改变教会每一个人，提升阮的信心，求你信心大力开发，领导每一个人。互这病痛得到医好，伤心的得到透放，得到安慰，得到帮助，会当认罪悔改，回转要信到伫主耶稣内面，互咱生命伫主耶稣内面不断来改变，不断来更新，加做上帝你圣洁的体面，互上帝你来使用。愿上帝你圣情大力规划帮助阮每一个人，祝阮同心祈祷你的面前。是奉主耶稣圣之名求，阿门。